继续来看最近真受欢迎的国产电影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，放映51天了后，票房累计有甲5亿4500多万，打破海角7号延期18年5亿3000多万的这个纪录，嘛创造咱台湾电影历史上新的票房的纪录。可以不要让他知道，他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妈妈。 这个女主角伫高中生负弱势的查某囝，伊原本无希望查某囝知影家己的身世，后来转念为了查某囝被丧妻治疗进前会记哩妈妈的声音，就提起勇气向各方请求成立合唱团，用歌声转化这做母爱温柔连结。这个故事我很试图用音乐、表演、剧本各方面想尽办法。 让它成为台湾本地的故事之外，传达一个善跟正向的意念。我也相信是这个意念得到了一个肯定。成长的风。 电影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因为好口碑，放上51天了后，票房已经超过5亿4561万，拍破导演规则性执导的《海角7号》维持18年5亿3435万的纪录。 受好评，对，所以就抱着就是想说，来姑且看一下，结果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对我觉得它是会让你 touch 到你内心，不得不送去外面治疗，然后跟他女儿彻底断开联系，然后他女儿也不知道他，就很难过。春节年假，未少人转机来影城看这电影，影城维持坐厅放送，到底支持国片。 其实刚出来的时候蛮辛苦的，它前3周票房不是很理想，但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们还是把场次都开出来。国片的募资其实不是很容易，所以我们站在支持国片的立场，我们有投一点点，我们在场次上面也给予很大的支持。为差这票房，电影业者会甲影城合作举行电影宣传活动，得到更较侪共鸣。歌颂互看电影的人，阳光女子合唱团冠军纪录顶5部国片的红包套组，文化部也推出文化币加倍活动，鼓励民众春节假期去电影院支持国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